主后2024年10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被讲话的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耶利米书23章第90到40节。讲到遐个先知，我的心刺插，我规身躯的骨头哭哭着。为着上主甲伊神圣的话，我亲像酒醉的人，袂当控制家己。即个地四过拢是对上主不忠的人，因的所做邪恶、滥用权力、忍受咒诅、地就旷旱、草场孤单。上主讲，先知甲祭司拢亵渎我，伫我的圣殿做邪恶的事。因行的路暗佫骨，互人对日伫遐跋倒。我刑罚因的日到啦，我要互灾祸临到因。我看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做可恶的事，因奉巴力神明的名讲预言，带我的人民以色列行错误的路。我看见耶路撒冷的先知做可怕的事，因犯奸淫讲白贼，加强歹人的势力，所以无人离开邪恶。对我来看，因拢亲像索多玛，耶路撒冷的住民亲像蛾摩拉。所以，我上主万军的统帅，针对耶路撒冷的先知讲，我要互因食苦果、啉毒水，因为逐所在无敬虔的风气是因造成的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对耶路撒冷人民讲，毋通听这个先知的话，因传互恁的是虚假的愿望，因讲的预言是家己想的，毋是我传互因的。因一直对遐个毋肯听我的话的人讲，上主讲平安无事，佮对遐个心硬的人讲，灾祸袂临到恁。减有人参加上主天庭的议会，捌看到也是听到伊讲话，因减有认真听伊讲的话。看咧，上主的大受气，亲像光烈仔风，伫歹人的头壳顶转射。到上主的计划完全实现，伊的受气才会煞。时日一个到，恁才会清楚明白这个事。我无找歹这个先知，毋过因家己四过走，我无对因讲话，毋过因家己讲预言。因若捌参加我召集的议会，就会对我的人民传达我的信息，互人民离开罪恶的路，无做邪恶的事。我上主问恁，我简单伫近的所在才是上帝，伫远远的所在就毋是上帝。我阁问恁，敢有人会当秘伫隐密的所在，互我看袂到？我敢毋是充满伫天地逐角落？遐个先知用我的名讲假的预言，讲我有望见，我有望见。因心存诡诈，讲白贼话要到什么时？因互相讲家己的梦，要互我的人民袂记得我的名，亲像因的祖先为着巴力袂记得我的名。故在遐个做梦的先知去讲因做的梦，互遐个听我信息的先知忠实传达我的话，袂过甲袂遂，要安怎比？我的信息敢毋是亲像火，敢毋是亲像话讲喙石盘的铁槌。我上主安尼讲，
注意，我要对付遐个先知，因互相偷用别人的话，当作我的话。上主阁讲：注意，我要对付遐个先知，因将家己的话当作我的话。我要对付遐个先知，因为因的梦拢是骗人的，因用假的梦以及白贼甲夸口的话，带我的人民行入歪路。我无差派因，嘛无命令因，因对遮个人民拢无利益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对我讲：我的子民、先知也是祭司，若问你，上主有啥物信息，你着甲因讲，恁是上主的重担，伊要去杀恁。若有先知、祭司，也是我的子民讲，这就是上主的信息，我要刑罚伊甲伊的全家。逐个人着问家己的厝边朋友，上主有讲甚物？上主有答应甚物？因袂当阁讲，这是上主的信息。若有人阁讲即句话，我就要将我的信息变做伊的重担。因滥散使用应我上帝的话，就是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咱的上帝的话。你着问遐个先知，上主有讲甚物？上主有答应甚物？因若阁讲，这是上主的信息，即句话我已经吩咐恁毋通阁讲，你着甲因讲，我一定要将恁放袂记得，甲恁以及我赐互恁甲恁祖先的城，对我面前ฮ็出去。我要互恁久长见笑，永远袂记得即个侮辱被讲话的上帝。圣神甲我讲安怎，上帝互我一个感动，爱安怎。伫一寡聚会顶面，也是基督徒身边，听过顶面的讲法，为着要互听到人感受伊权柄的光权，搁按照伊的指示做。笔者伫遮并无以质疑三位上帝安怎借着对某人讲话让人启示，但是对今仔日的经文，咱通看到实际一例，提醒任何奉上主的名讲话，也是宣告的人，拢要受到严格的检视。伫本段经文中，上主受气的怒目对末代君王心上移开，转向随意奉伊的名宣讲的假先知，指出对过往到今所有假先知的掠夺。先知是传达上主话语的人。圣经中除了咱熟知的先知以外，也有袂少受圣神感动，凭着真理公义讲话的人。总是圣经中也有妄称上主之名的假先知，因借着花言巧语来攀附权势的人，来巩固因的话语权。遐受上主呼召的先知，必然也有因对所属社群的影响力。但是，身为受上主呼召来传达伊话语的先知，因不得不踮伫上主甲社群之间讲真话，毋是要讨好人的话，因为安尼，先知要亲像行广踅的人，必须战战兢兢，若无无小心，就可能会对权位跋落来。伫经文中，上主揭示假先知的身份，因虽然是上主的选民，行事为人却甲深陷罪恶的外邦人无甚物差别。因毋但无照上主的信仰准则来呼吁人悔改，也冒着上主的名号，用权贵
搭肩胛头安慰、讲祝福的话。因为安尼，上主用圣面的方式回应遮个假先知小聪明甲无知。本章33经文中的信息重大，原文拢是共一个字玛撒，这通译做密示。伫原文的句中蕴含多重巧妙的相关语义，以延伸的意思表达。你若知影上主的话语是出自伊的心意，安怎会毋知？你本身就是上主的重担。上主强烈抗议即种互任意托命讲话、各方禁声的行为，无法度容忍伊的话语受乱用来服务特定的权力。至权的上主无需要攀附其他的权势，安尼只是贬低伊的尊严而定。更何况，这个假先知滥用上主的名，已经严重违反十条诫。先知并毋是为着受世间人钦羡才讲有言，伊只是上主的器皿，谨守宣告上主宝贵话语的职分。就算是人看袂上目的邪气，也是上主看做下用的器皿。因为安尼，先知将来毋是人会当自称的头衔，伊所讲的话必须受上主检验，毋是凭家己的意思讲的。原来时时思想上主的话语，通更较明白上主的心意，成做咱信仰成长的养分。默想，今仔日经文中所讲到的假先知，甲我原先对先知的理解有甚物落差？身为先知的耶利米，有倒一寡值得学习的典范？今仔日经文中所讲到的假先知，甲我原先对先知的理解有甚物落差？身为先知的耶利米，有倒一寡是值得咱学习的典范？咱来祈祷，公义甲怜悯的上主，你伫每一个时代，呼召人来传扬你的宽勉甲安慰，持续向世间人宣讲你的话语。愿这个话语，互我警醒无受诱惑，互我有信心无受忧虑捆绑，帮助我持守你的真理。奉主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